主席，我支持陳曉峰議員提出嘅議案。議案切中保護兒童嘅核心痛點，兒童心智未成熟，自我保護能力亦都不足，面對風險極為脆弱嘅，必須盡快保存現行制度嘅不足，構建一個嚴密完善嘅法律保護網。現行嘅兒童保護條例首要問題係兒童嘅定義都冇一個非常之統一嘅標準，有啲條例就係睇未滿13歲，有啲講緊16歲，有啲講緊18歲。其實界線之間係比較混亂嘅，唔單止會造成嗰個法律適用嘅混亂啦，更加會令到唔同年齡段嘅兒童無法獲得全面均等嘅一個保護。同時間部分侵害兒童嘅罪行嘅最高刑罰同佢對社會嘅危害啦，對兒童身心永久傷害似乎就唔係咁匹配，好難形成一個有震懾嘅一個效果。舉個例以性侵害兒童為例啦，大家都可能會記得2023年嘅時候喺立法會就住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制就提出咗質詢嘅，明確指出當時就話我哋係侵犯者係唔應該享有匿名權呢個問題，咁亦更加唔應該再有任何可以有機會再從事接觸兒童嘅一個咁樣嘅工作機會。咁呢一個我認為係保護兒童嘅第一防線，係絕對不能鬆懈。現時嘅查核機制係屬於自願性質嘅，僱主係需要需要主動去申請，僱員亦都要同意之下先至可以啟動。我認為保護力係比較薄弱，對比海外嚟去講唔同嘅國家早已實施咗性罪犯強制登記啦、公開資料啦，甚至乎有呢個遷居通知居民等等呢啲咁樣嘅嚴厲啲嘅機制。咁香港嘅做法似乎我認為係過分溫柔同埋寬鬆，未能杜絕到聘請曾經侵犯兒童嘅呢個性罪行嘅人士再次從事兒童相關嘅工作。局方曾經當時回應我嘅時候係咁講㗎，10幾歲嘅學生非禮同學，咁我哋係咪唔俾佢嘅更新機會呢？咁樣咁，但係我就認為更新機會我哋都要睇翻個度，咁亦都要睇翻我哋嘅年齡呢方面，我哋需要區分翻。好似年少輕率情節輕微嘅一啲初犯當然我係可以給予一啲改過自新嘅一啲機會，但譬如話被專設一啲叫做更新記錄封存嘅機制俾佢哋啦。但係對侵犯兒童嘅成年嘅性罪犯，同樣啦，甚至乎情節嚴重啦，或者再犯機會嘅極高嘅一啲人嚟講嘅話我認為佢哋係冇資格有呢啲所謂嘅更新機會，或者係呢個私隱權嘅，唔應該為咗呢啲少數人嘅更新需求去犧牲我哋多數兒童嘅一個安全嘅保護網。主席，數碼時代之下我哋網絡嘅風險對兒童嘅威脅亦都係不斷咁樣加劇嘅。AI 嘅深偽技術，頭先好多同事都有講過啦，好容易被濫用，咁製作兒童嘅色情嘅內容，甚至乎喺網上面做一啲誘騙裸聊勒索呢啲咁嘅行為其實越嚟越方便，都越嚟越容易。而家現行嘅防止兒童色情品嘅一個條例淨係規管真實內容對 AI 生成嘅一啲虛假內容存在法律嘅真空。上屆立法會其實我自己就住深偽技術嘅立法都有俾一啲意見，咁當時亦都係話可能到時真係要去到保安局嘅程序先至可以去做啦。但我覺得防範於未然啦，我哋係咪可以有相關嘅一啲條例，可以喺呢件事發生之前都可以阻止到？我相信都要跨局嚟去處理。咁另外我哋都認為我哋就住兒童嘅教育各方面都要入手提早令到佢哋可以辨識到網絡嘅風險保護私隱由根源去降低佢哋受侵害嘅風險。近年虐兒嘅個案亦都頻發嘅，社會普遍認為認同部分嘅呢個案件判刑係過輕嘅，難以撫平我哋兒童嘅傷痛。我支持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法例重新咁樣檢視罰則同埋罪行嘅匹配度確保翻我哋法律為受害嘅兒童撐起一個保護傘。已經生效嘅強制保護虐兒條例初衷係及時阻止傷害保護兒童，但係需要避免過度執法或者舉報。我記得前2個禮拜有一單 case 話個小朋友舉報咗自己嘅家長，我記得當時網上面嘅討論非常之烈烈㗎，好多家長我第時點教仔啊？究竟條界線點樣去做啊？亦都有好多從事相關嘅一啲工作者都話我究竟應該係幾時要去 action 呢？似乎而家呢一方面大家都唔係咁拿捏得到。主席，保護兒童係不能輸嘅一個守衛戰嚟嘅。對年少失足嘅未成年人，我認為係可以給予一啲寬容，但係對侵害兒童嘅罪犯必須堅持零容忍，既要完善法律嘅條文，堵塞各類嘅漏洞，亦都要凝聚社會嘅合力，以剛性嘅法律同埋溫柔嘅關懷，為我哋嘅孩子築起最堅固嘅保護網，守護社會嘅未來嘅希望。我謹此陳辭，支持今次議案。